每個爸爸媽媽都想俾小朋友最好嘅，讓我哋睇下可以點樣幫助我哋嘅小朋友發光發亮。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成長嘅速度，有時候多少少嘅幫助就會好唔一樣啦。究竟乜嘢係學前復康服務？簡單啲嚟講，就係幫小朋友喺上小學之前就打好咗基礎嘅專業訓練。訓練嘅範圍好廣泛，從講說話溝通、跑跑跳跳，跟同小朋友去玩啦，都係有關嘅。我知道家長呢條路有時會覺得孤單，但係唔使擔心，有我哋專業陪腿陪你一齊走。向你介紹我哋協同發展中心協會，我哋係2008年成立，專注於幫助 SEN 嘅小朋友。我哋擁有超過10年嘅學前復康服務，係好多家長非常信賴嘅夥伴。協同嘅使命好溫暖，我哋係相信，亦都係用愛心去擦亮每顆星星。我哋相信每個小朋友都能夠發光發亮。呢度嘅支援唔單止只有一位專業，而係一個跨專業嘅團隊一齊嚟幫忙。好似言語治療師會幫助小朋友嘅咬字發音、言語表達同埋言語理解，而特殊幼兒工作員嘅訓練就更加廣泛，包括體能、小手肌、認知、語言同埋自理，係全面幫助小朋友各方面發展。我哋仲有其他嘅治療師啦，好似職業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，會睇返小朋友嘅需要嚟提供小組或者個別嘅訓練。真係㗎，學前呢段階段係小朋友發展嘅黃金期，錯過就好可惜。我知道好多爸爸媽媽都輪候緊政府嘅資助學前嘅復康服務，我哋簡稱為 TSP， 但係等待時間真係好煎熬。其實喺等嘅時間可以更加積極，就係選擇自費服務，馬上開始訓練，唔浪費任何寶貴時間。所以無論你有冇政府嘅津貼，呢度都有適合你嘅方案可以選擇。就好似有個小朋友，佢經過早期訓練之後，係會從唔中意講說話到好中意講說話，又或者唔中意同人玩，就變咗成日都會鬧人玩喎。及早開始嘅訓練真係好重要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打個電話或者 WhatsApp 我哋嚟一個免費諮詢啦，為小朋友踏出重要嘅第一步。